市場成交你要知，大家好。有資深投資者近期售出過億元核心區護老院巨鋪，近期多咗新買家入市護老院鋪，到底睇中啲咩？咁就要繼續睇落去啦。即刻同大家分享一宗大手成交，由投資者羅守輝旗下 Toyo Mall 持有嘅灣仔駱克道星港大廈地鋪及1至3樓全層巨鋪，早前連租約及部分大廈外牆權益，以大約1.46億元售出。按建築面積大約20577平方尺計算，折合尺價大約係7120蚊。到底呢個巨鋪對新買家有咩吸引力？我就請嚟好熟悉呢一區嘅寫字樓部高級區域營業董事 Louis 同我哋分析一下，聽下佢點講。其實個新買家都係一個長線嘅投資者嚟嘅，都睇咗好多物業之後呢，就發覺喺呢個核心點入邊就有個老人院啦，其實都好穩定嘅。咁再加埋呢個樓價亦都回落咗一個幅度啦。咁而家你講緊7000零蚊一平方尺咁樣去買呢，再加埋個回報率咁高呢，咁其實個客都覺得值得投資，咁所以都好短時間呢，好快拍咗板。護老院嘅鋪位咁搶手，到底呢類回報穩定貼約嘅鋪位價值係咪高啲呢？其實香港嘅人口老化咧，就已經唔係短時間嘅問題，同埋會越嚟越需求大。咁所以老人院呢個行業咧，其實相對係穩陣啲嘅租金收入。再加埋喺核心區啦，咁啲屋企人咧可以去探望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話喺市區入邊有護老院咧，嗰個歡迎程度咧都係相對較高。咁空置率亦都會係唔係太高啊。咁好似今次呢個護老院咧，其實個空置率咧差唔多0下，所以我哋都覺得呢一個買家咧，其實佢買呢個物業係聰明嘅。因為另外再有1、2個市區嘅護老院咧，都比呢個價錢高而成交咗。嚟緊再同大家睇更多成交同埋市況，記得留意我哋嘅 channel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